先一开始，咱镜头来中华，关心中华竹长一带在囡仔嘅交通车，昨下晡经过自强路的时，互一架驶轿车细汉的查甫人去弄着，造成15个人受伤，真侪受伤的拢是囡仔，其中有一个5岁查某囡仔红海出去车外去弄着头壳，伤势较严重，即卖也咧住院治疗。 8日下昼4點半，彰化縣竹塘鄉立幼稚園的囡仔車經過竹塘鄉自強路到竹林路口時陣，互一台黑色的轎車對撞，囡仔車去弄到路邊的電火條啊，車頭卡在排水溝。應該是幫忙視線跟那個這個轉角處有種植那個大棵的樹木，遮蔽到那個視線，所以在那個第一時間。 2個駕駛都沒有辦法第一時間的反應。消防局出動6台救護車加10幾位消防員來搶救，將囡仔車頂頭13位傷者送蒞臨基督教病院。目前看起來是都還好，但是有2位是需要轉送到彰基去做進一步的觀察。轎車頂2位受傷的人是送蒞臨基督教病院。1位32歲男性，然後頭部外傷，然後那個。 屍體多處擦傷這樣子，然後左膝有個撕裂傷10公分，等一下要去縫合。一個是32歲男性，然後那個頭部外傷，然後左腿的腓骨骨折。囡仔車內面一個查某囡仔，規人被挾到車外口，傷勢較嚴重。甲另外一位頭殼骨被開的查某囡仔，轉去彰化基督教病院。目前經過初步診視之後，顱骨骨折的部分要送加護病房，沒有立即手術的危險。 但是後續還是要觀察12到48小時。兩位傷勢較嚴重的查某囡仔，即馬生命現象攏真穩定，但是愛踮一個加護病房接受觀察。彰化縣防管分院表示，因為這台轎車的駕駛甲囡仔車的駕駛，攏還佫佇咧病院接受治療。等2個人的傷勢較穩定了，結果通知因來做筆錄，調查車禍發生的原因甲責任。記者綜合報道。